咩叫歸於？嗱，歸於係歸於咩呢？你歸於係歸於三寶，歸於佛，歸於法，歸於僧。歸於佛即係咩呢？即係歸於覺悟咁解。佛係覺悟啊嘛，即係話呢，我以後做人呢唔會迷迷糊糊嘅，我要向住正覺嗰條路走。歸於法係咩呢？咁我要走向正道去聖道，咁係咪就咁走呢條路就得㗎？我點走法啊？我要學啲咩嘢啊？有好多方法㗎嘛。有咩方法令到你走上呢條正道呢？咁呢個方法呢，係佛所講嘅經律論，好多呢啲咁嘅方法，教你點走上呢條路嘅。咁你要發願要學習咯喎。歸於僧呢？歸於僧即係歸於戒律咁解啦。點解歸於僧歸於戒律呢？因為如果你學習嘅時候呢，有戒律話俾你聽，有啲嘢你唔做得嘅，有啲嘢你要一定要努力去做，有啲嘢你唔做得嘅，因為你做得嘅時候呢，你就會有好多報應啊！有報應嘅時候，會嗰啲業力拉住你，你都唔可以學習啦。對於追求呢個真理唔再迷惘啦，佢要學習呢個真理，咁你中唔中意學習個真理啊？抑或你係我唔想學習真理啊？我仍然喺貪嗔痴殺盜淫妄裏邊生活，你自己選擇啫嘛。想現場聽觀誠法師親自分享佛法智慧，歡迎你參加10月26號倫敦同11月2號伯明翰嘅2場免費講座，一齊深入了解觀音法門，學習放下煩惱，活得自在。